每一年的12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是婚林好买糖厂的祭糖期。2025好买糖都嘉年华正式来起鼓，要邀请大家到好买，感受到在地甜蜜的好滋味。 大家抽5分的车感谢宣布第2届糖都嘉年华正式起鼓，为着后民众深入体会好买糖都文化水，云林县政府今年佫一摆办理糖都嘉年华活动，共同来把这个百年糖业的文化以及在地的这些历史建筑，然后透过糖都嘉年华的活动，做一个深度的走读以及深度体验。由好买电工所和云林科技大学合作的行销大赛好买好，嘛伫咧现场。 正式献光，相关嘛推出期间限定的消费优惠。最重要不只是要让我们糖业文化以及糖业的产业能够继续的发展。我想一系列的5分车的这个文化，让大家能够回忆以往这样的一个蔗糖的这个过程啊。 今年的糖都嘉年华活动是真精彩，欢迎民众有时间会当来这世界游览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